東區豪宅，103條8，現樓大平層喎，依家就可以上車啦。呢度附近3公里有博愛醫院、利豪廣場，步行2分鐘嘅金燕山公園，周邊嘅配套衣行住食樣樣都係好齊全，5到10分鐘之內都可以到達。依家全新加飛嘅4棟1981尺大平層，整個戶型南北對流，無要地遮擋，能向起5.33米，同濱中湖公園樓下就係我哋嘅泳池，地向中心繁華城市群。值得一提嘅就係呢度出屋苑門口就可以入後門，2層小學同市一中，周邊仲有10個生態公園，層高3.15米，大平層1981尺，空間都比較闊落嘅，可以根據自己嘅需求改到2到4個套間。呢個示範單位做咗4個套間，2個廳，5個洗手間。呢個主卧係最大嘅，有衣帽間啦、化妝台啦，加一個獨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啦。鍾意呢個單位嘅，嗱嗱聲搵我，呢日帶你睇樓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